来继续来看，民众党不分区的参选人黄国昌，伊的丈人的家族所属的建设公司红亚了，伫咧新店的一个建案也未申请许可就来施工。啊，这个建案是位伫咧工业区，但是经家的规划是去3间房间、4间房间，讲甲工业体当作是主题区咧贩卖。啊，黄国昌是回应讲，8年前这个代志就互提出来吵过咯，依法应该安怎做就安怎做。伫咧新北市新店区一栋10层楼的公寓大楼，建设公司的负责人是黄国昌的丈人家族，互人惹出收到新北市府来函，讲有无稳准的工程伫咧施工。2015年的时候，新闻历历在目，结果竟然这样的事情在8年了以后冷饭重炒，了无新意啊！这件事就令我更觉得匪夷所思了。既然黄国昌8年前就知道他家岳父的工业才是违法，为什么这8年黄国昌都没有动作？黄国昌反抢执政党，不过这个建案坐落伫咧工业区，规格是3房4房，但也未摕到施工的稳准，工业体阁敢若当作主题咧卖。针对我家的事情，从一开始到现在，我的处理清清楚楚、公开透明，依法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我民主进步党透过他的侧翼的打手跟绿媒，又在进行这个议题的炒作。我是民进党的主干我不是侧翼强调一切拢是公开透明。民众党不分区立委参选人黄国昌、刘淑彬和张启凯再补召开记者会，大动作批评国会改革。我们要再问一次蔡英文总统，请问你所承诺的国会听证调查制度在哪里？你该不该向台湾人民道歉？黄国昌阁转来政坛炮火真猛，阁对着中央就是要立拼选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